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題目係最惹人憐愛星座 Top 3。第一名雙魚座，第二名巨蟹座，第三名天秤座。第一名雙魚座，柔弱魅力指數93分。雙魚座天生感性細膩，唔擅長偽裝自己嘅情緒，亦都從來唔會掩飾自己嘅真心。每一次低落同埋失望嘅時候，佢哋都會毫無保留咁流露出嚟。佢哋嗰種脆弱，並唔係真係脆弱，而係一種毫無防備嘅真誠，正正就係最容易觸動人心嘅地方。第二名巨蟹座，柔弱魅力指數85分。巨蟹座嘅堅強，其實係為咗用嚟掩飾佢哋內心嘅不安同埋脆弱。當佢哋強忍住情緒，口講話冇事嘅同時，心裏面其實已經積壓住一大堆感受。巨蟹唔善於表達佢哋嘅傷感，但佢哋越係唔講，反而越容易令人在意佢哋。第三名天秤座，柔弱魅力指數78分。天秤座總係表現得從容得體，善於配合同埋體諒別人，但係就往往會忽略咗自己嘅需要。就算內心早已經疲憊不堪，都會繼續保持笑臉迎人，唔想成為別人嘅負擔。佢哋嗰種靜靜壓抑住嘅情緒，確實係我見猶憐。佢哋係咪都好惹你嘅憐愛呢？快啲留言話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